一头。我在撒旦里耶稣的是你子那么，是下马哈里耶稣的力气没去过活见喽。我在一年咋都么子，离次想离次你第二个干的很慢喽。是你说呢？一代老师。奴家乌萨比我太难，我去听苗嘛的说个皮了，那么去我个么？别个喽，耶稣的破个事。说啥呢？说不过别里7点嘛忙啊。我啥么能过比多了嘛？别去的去来的去过比7点嘛我比不到喽。别个喽，我干的撒旦里耶稣的就是撒的罗皮瓜蝴蝶的事，是相信目的的多瓜现点子事呢。奴家乌萨比我太难，2月节，俺都别人多瓜，司法人一直都不得，奴比我去我个事。奴去拍的，我去过马台里子那么，有我来拍里奴的大个么比不到喽。对喽，耶稣的撒旦的。你是把我啥的信任嘛的，别米不打死喽。别个喽，在撒旦里一代阿克妈妈我去过活的几事，没过对对嘛，怪俺他不比，怪过面嘛没多一代过嘛个事呢。奴没打死我带我就退台了，这面嘛阿只奴带我个我。对喽，我带耶稣的一代。啥的哦，侬记哈，阿廖别年，侬年侬是把我啥的我就退事，一点里就那个喽，比不到喽。别个喽，我带撒旦呢一代比哈个事，木瓜子都不里耶稣带遇着拉喽，要哈带比多瓜比个嘛多，耶稣把这个台。一年咖喱里没过只对见喽，一年那啥里过比多几事，一路比去过嘛，咖啡弄过点呀喽。我们家是不乐比那副塔里没去过俺喽，他们家没能咋说意思呀嘞？是不乐比那副塔里没一路比去过嘛，家个有大姨妈我把是不聪明咖喱了。你怎么个点嘛？把下步呢？你们都他妈的落幕了。西欧我们管你那点数不得，你们都肉个了。咱们的比例子那么我的吃瓜比耶稣呢，妈咪抓不都是。侬话你妈了，阿廖别年莫怪怪侬喽。对喽，耶稣呢，咖喱里一路比去过学电台。我花把皮腿没打嘛，是莫比一年让俺的如一万年是一路比过，我都点嘛的一毛喽。我台一来一万的，我带出来，我花么嘛里比，我里侬我带拉出花么手票拉账哦。别个呢，一万那差别我比个大一是一旦出家喽。我瓜比最贱呢，只比第一日也瓜比一年日用还得一毛喽。一万呢离南瓜一万爸爸只比第比第五我比不点台，耶稣的一万的苦个呢。一万米差别两比一万爸爸的更大一是耶稣的出家喽。耶稣呢，咖喱里他们俩做的事，一万只很光妈咪妈你，莫怪怪耳朵学多咋么个你，把下步一万那是那几代下个你比耶喽。100多年西里亚他们俩瓜白皮的你，那片一时一斤那说比，你买你无所比。只说比70、20数的下大力子喽，咖喱里比对卡普里比就是啥哩？有大面比，有大姨妈过把事过比，那么出租出满呢，一旦出家喽。